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睇下海盛路11號 One Midtown 嘅一個高層單位。大家睇到呢單位呢係真係180度環迴海景嘅喎，係咪好心曠神怡呢？如果覺得啱用嘅呢，可以聯絡返我喎，就係青山道分行嘅 Tina。好多謝你先，拜拜。